最近传出有阿兵哥行底路的案件，一个月来就交件。军方的高层强调会关心这官兵的身心状况。不过，立委是亚讲金门妈祖的心理辅导电话根本就卡未通。国防部长邱国正也答应讲会全面检讨。陆军司令部表示，妈祖心卫中心的电话呢是转接设定有问题，那金门心卫中心的电话是网页写唔对，这两部分拢已经修改啊。 国军最近常常传出自杀的案件，一个月来出现9件自伤案件，引起外界关心军中的管教。国军最摆讲会关心官兵身心的状况，也设有24小时辅导专线，让官兵会在司法证词，这就是传出有电话是空号。您拨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明后再拨。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27时讲，部长邱国正讲马祖的国军心理辅导专线是空号。这个电话来自国防部政检资讯服务帮，和邱国正甲边的政检局长陈友林面是真解决。这2天社会沸沸扬扬都在检讨这个事情了，你们怎么还会自己提供的服务线还是一个空号？然后是我们检讨，你不知道原因啊？你现在可能应该也不知道为什么。 陈友林讲，马祖心卫中心有做调整，会对专线进行了解。但估计是拿马祖的心理辅导专线卡未通。您拨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明后再拨。经过实测，金门的心理辅导专线上款也是空号。金马官兵负责大海前线的守备任务，也过有关救命专线拢出包，当从国军的形象。邱国正讲的全面检讨，陆军接到指令，赶紧清查修正。我们承认了有问题。 我们全面检讨，这其实是管理上，这个是管理方面的，我们强化。有关马祖心卫中心是在执勤人员电话转接的号码设定错误，所以在转接之后变成空号。金门则是在网页上公布的电话号码误植，目前都已经完成更正。 外界关心国军辅导体系量能不足，根据统计，二级的心理卫生中心382名心理辅导人员，有专业证照只有60名，占的比率只有14.1%。立委认为，国军应该向地区病院，也有卫福部寻求心理卫生相关的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